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介绍的是警察局哈，要讲的主题是青春专案。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109年暑假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7月17号暗暝，由着黄伟德市长亲自主持，结合着警察局和着市政府12个局处，总共150多名的联合稽查人员，对着辖区内底场所展开同步的临检。黄伟德除了讲亲自带队，对着过去发生过相拍治安事件的8大行业场所，嘛讲拢会加强来查。暑假已经开始了，很多青少年刚放暑假的时候，难免会比较松懈。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次临检的工作，能够一方面宣导正确的这个暑假的生活，另外一方面防疫新生活的一些规定也要遵守。第三，如果说过去曾经发生过斗殴或是发生过治安事件的一些特殊营业场所，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有一些这个查避免一些不良的分子或者是一些不好的活动在那边发生。因为7月17号也是新的警察局长陈永模上任，黄伟德希望新的局长带领着台南市警方打击犯罪、改善治安。那新局长有一些过去一些非常好的经验能够在台南市来施行，我们希望真的有效能打击犯罪。那对于一些蠢蠢欲动，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做一些动作的一些人，我们相信也会产生吓阻，不管是预防性的吓阻，或是直接正面性的打击，我们都希望说对于治安的改善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善的效果。即马吼是暑假这个期间呐吼，咱知影即马的家长吼，应该大部分拢是双薪家庭哦。那么双薪家庭呢，是讲拄着小朋友吼，咱的这青少年朋友，大家放暑假的时候，哇，爸爸妈妈有时候又蛮伤脑筋吼，因为这囡仔吼无去学校，伫咧厝内底，哇，爸爸妈妈一伫想讲吼，要来甲因安排因的这个暑假生活，搁有咱去上班的时阵，囡仔伫咧厝内底，伊是咧创啥物货？有时呢，爸爸妈妈吼难免拢会较烦恼啦吼。那么咱市政府吼，伫即几档10年的这个时间吼，咱一直吼伫咧暑假这个当中吼，拢有办的这青春专案吼。今年是2020年啦吼。那么这2020年的这个青春专案内底嘛有真济配合咱的这个青少年朋友吼，因所安排一寡活动吼，那么互咱的这些青少年朋友，比如讲吼，发泄一下因的体力啦吼，还是讲吼有一寡休闲啊，还是讲较有知识性的啦吼，配合囡仔的这个兴趣，互因去参与，那么互因伫这个暑假当中吼，袂因为这2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有当时怎放纵去，或者是讲去交了歹朋友，还是讲做一寡无应该做的代志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因会当吼配合着因的兴趣，来选择一寡吼较有意义的这个活动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咱今日特别邀请到咱少年队哈，咱警察局少年队的这队长蔡宗宪队长来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介绍哈。那么咱先请队长给咱的乡亲朋友拍一个招哈。队长你好。主持人圆圆，还有我们双子星电视台的所有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队长蔡宗宪伫遮甲大家乡亲请安问好。是，那么咱知影吼，这青春专案我会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啊。咱92年就开始啊，那很长。尤锡坤、尤前院长迄阵就开始啊，到阵啊，这个活动举办这么多20年的这个时间来哈，当然我们少年队家哈也有很丰富的经验啦哈。那么是不是把咱的一关这历程稍微介绍一下吧？这对。民国92年，尤锡坤前院长伊伫遐听内政部的报告了，伊就采取讲内政部要有举办迄个青春专案的活动。这个活动通常拢是为着3项工作来做。第一项就是净化妨碍少年成长环境，第2项就是讲营造健康以下优质的环境，还有扩大预防犯罪
宣导啊，这三项的工作的主轴，目的就是讲，互这青少年朋友，弄一个健健康康啊，大家拢会当安然的一个平安的一个暑假。是因为吼，毕竟啦吼，拄我一开场的时候有讲啊，咱即马出侪家长拢是双薪家庭啦吼，啊双薪家庭伫这中间吼，爸爸妈妈也袂当对咧休暑假，那么因袂当对咧休暑假，但是小朋友休暑假，休暑假吼，那么互因踮厝内底无去学校，去学校上起码阁有老师在甲因看顾嘛吼，因规工的这个课程吼，因的这个生活都很充实，但是若是讲互因囥伫厝内底，有当时囡仔吼困就困到中昼，然后晚上吼打电动还是打电脑，又玩到天光哦。那么这对着家长来讲，有当时变成是一个负担啦吼。那么但是学校袂当无放暑假嘛，是爱放暑假嘛吼。放暑假了后，毕竟讲哇，家长呢可能还袂开始放暑假，就开始玩乐啊，玩乐讲哇，这囡仔要甲安排去什么所在吼。所以咱算讲有这个方案了后，对着这个囡仔，咱有特别互因一个吼较充实的这个暑假生活。那么系啊，其实咱台南市政府为着安排这青少年、迄个学生的朋友伫这个暑假内底安排2459场的内底活动，2400多9场，内底是足侪，对7月份开始到8月底，有这地场。啊，虽然阵也是8月初但是阮伫遮也是要甲大家家长请讲后壁佫有足侪活动的，讲小朋友学生也有闲的话，会当入去阮网站少年队网站，还是市政府网站来报名来参加。这拢是一寡很有益身心、足健康的活动。咱到即马已经8月份啊嘛吼，那么头前已经有1个月这个时间吼，其实1个月的时间内底咱排的这个内容，差不多已经有一寡什么活动？咱这回活动有6大类，第一项就是公益类第二项体育类，天文类、艺文类、研习类，佮营队体验类，这部分比如讲阮少年队来办，阮都办电竞比赛。伫运动科大内底，来阮顶个月底，嘛有办江南度假村的2天1日的营队，这是迄个办这营队是针对小朋友，因甚至因大家办煞了，大家感情足好，依依不舍，拢伫遐好讲相约明年再来，相当有意义。我认为讲这为家长会较袂放心，互囡仔出去伫郊外咧活动因为有当时囡仔伊若是家己去外口交朋友啦还是讲家己去外口参加活动啦爸爸妈妈无看到难免心里面会有点担忧。但是这是咱市政府，佫是少年队办的我们真的是品质保证啊我在想是应该家长大家拢做热烈，要互囡仔去参加嘛？对，真正爱报名爱趁早，这一个伫阮的网页一个出来。随报秒杀，秒杀，一定爱来参加。我是鼓励。我们会想说每一年再增加一些名额嘛？一定，阮少年队过来努力。对。那么就是讲，遮侪当来啦上受欢迎的活动是啥物货？上受欢迎的活动是3对3的篮球营。篮球营，因为篮球是一个大家拢。学生囡仔伊拢会当随时来做这个运动的，这3对3伫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区，拢会办一个预赛，预赛了后，佮互阮少年队来办一个决赛，每当大家反应拢足好。那么你头拄讲的这是篮球队嘛？头拄有迄个江南度假村的活动那么其他嘞？其他有天文类比如讲咱去二寮还是迄个艺文类，咱有一寡图书馆的活动，还是一寡迄个咱参访一寡古迹咱的古迹比如讲咱的府前路地方法院的司法博物馆还是咱的一寡地方上很特色的一些还是咱的迄个研习类，咱对什么迄个有兴趣的。咱会当来报名其他局处内底举办的一个活动。所以讲，咱小朋友因伫咧学校内底学科的学习以外，咱利用暑假这个当中，甲囡仔带出来户外啦，互因佫，所以讲
博学多闻哈，好因哈，让哥认识更多哈，不是在课堂里面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好因增加因的见闻啊，哈，好因增加因丰富他们的内涵啊，哈。那么就是讲。通常啦吼，就是伫暑假节当中，当然啦，难免有当时啊家长拢会较疏忽啦吼，有当时啊照顾袂到。那么咱伫暑假节当中吼，一般一寡青少年朋友有可能较容易发生的问题，啥物货？青少年朋友较高发生的问题，应该是讲咱做做流行一个名词叫轰趴。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活动，因为伊个场地你也陌生，人多嘛，人你也陌生，所以这个爱甲大家青少年朋友，来提出呼吁的是讲，在不明的环境，绝对不要喝来路不明的饮料，这是足重要，足重要，因为有当饮料内底是有问题，也是在不明环境内底，会有人吸毒啦，也是啥物状况，你无法度控制，你来讲，搁是伫较偏僻的所在，足容易造成一寡较困难的代志，是。那么咱这几档内底敢有，比如讲发生较特殊的这个事件出来？应该是讲，咱迄个吸毒啦，吸毒，咱有一寡囡仔，迄个伊家己的个人受到迄个一寡同侪的影响，一寡同学会提供一寡。K 他命啊，甚至是安非他命，大家好奇来尝试啊。所以这点要特别吼，提醒咱的家长要注意啊吼。就是讲吼，当然啦，这暑假这个当中吼，有囡仔可能会利用这个时阵吼去打工，是讲吼有家境较无好的人吼，利用这个时阵吼，比如讲有个囡仔可能爱去赚一寡学费啦吼。那我觉得当中，因为吼，因去到这个工作场所去。打工有时候他们的年纪啦哈，因为历练不高嘛哈，会可能会遇到一些被骗啊，是讲哈，以前咱有听讲，迄囡仔去打工，结果拢无那个钱，甚至不要那么。对，那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嘛？就有这个机会哈，请咱队长给咱的乡亲哈，做一个对提醒。对，打工诈骗这是真较早的环境。就一直有发生啊，所以爱来这大家甲大家提醒就是讲，太优厚条件的打工一定不能去，然后对于不熟悉的环境，一定要找家长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一起去看一下，特别是像现在很流行的在。广告里面啊，还是在脸书里面、网络里面，就是你手机点一点啊，还是网络点一点就有钱可以赚的，甚至什么钻石级啊，可以赚多少钱？这个黄金级啊，可以赚多少钱？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对，这个一定是诈骗的啊！特别是现在有一些人是利用你的信用卡，跟利用你的账户，这个你。本身要打工之前，就要把你的提款卡给寄过去，还是账户寄过去这个一定是诈骗在这里提醒大家。这就是讲吼，当然囡仔吼，伊阅历都不够啦，最主要是咱爸阿母啊吼，要知道这些伎俩，因为有那些爸阿母啊，唔是伊去打工，伊嘛无拄着啦。就是讲，咱少年队家应该吼，咱接受这个案件吼，我们因为看到案子太多了哈，所以呢，咱伫这个当中吼，可能靠法度去提醒咱的家长家长还可以来提醒咱的小朋友啦哈，因为毕竟小朋友他们有些他们真的不懂，那像好多咱队长在讲的啊，有当时伊互你做高额的这个报酬有人囡仔听到当然嘛做欢喜，他们不懂得这个是一个陷阱哈。那么他都话咱队长都给咱这个稍微提到了，我们就是会有一些陷阱啊，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哦，给咱的家长个再一次的叮咛，好因了解。准啊，大部分我所受理到的案件，有足大部分是哪？迄个执行，迄个，你吼，都入去，都还袂食到头路的，还袂去领到薪水的，都买一大堆因公司的产品啊，因做公司的产品哦，一个
买一堆了吼，啊，要领薪水迄阵啊，伊就甲伊讲你的业绩无够，还是这个你上班的时数不够，就找很多理由，互你领无钱。领无钱。系啊，结果你领无钱迄阵啊，甚至你去借钱买一大堆因的产品，有诶较离谱的，对，讲去借钱借30万、40万去买产品，这个真正。结果打工没有赚到钱，反而是赔了一堆。打工无赚到钱有当时是讲都一个经验啦互伊一个，咱想讲人讲交博士费啊但是如果说还要自己掏钱，还是讲去借钱，那变成负债话那真正是足大的这个负担所以这真正咱做家长人爱特别替囡仔去把关这部分啦那么咱就是讲执行这侪当了后啦咱对着这青春专应该有一寡成效嘛是不是？请咱队长甲咱做一个报告。伫咱台南市政府伫这2档的青春专案内底拢是全国内底拢是得到优等的成绩啦会当讲这成绩也是相当的袂歹但是咱嘛无因为安尼咱就来满足所以咱市政府拢一直朝着咱对咱青少年朋友的一寡活动，不管是活动还是因的安全过来努力比如讲今年我咱也设计这个25酒场的场次来互这个青少年朋友来参与这嘛这有人有20-30万人的20-30万的人次所以咱伫遮嘛是爱来表达讲咱市政府这边足关心咱青少年。那么咱当然啦市政府尤其是咱少年队拢是把心力放伫这个青少年朋友顶悬啦那么伫这个当中咱针对着讲这青少年的这个工作项目有啥物货？比如讲像咱讲伊有啥物犯罪工作的这个侦查，还是讲咱青少年，咱最近少年队有分两部分，一个是辅导，对咱青少年有偏差行为的辅导，咱青少年偏差行为的辅导就是讲咱本身少年队的人，佮配合咱迄个有一个少辅会，少辅会的人会当去针对有一寡时学时错的还是一寡迄个一寡有偏差行为的青少年朋友阮落去辅导。其实通过安尼，阮甲关心其实青少年是无人关心的，只要有人关心，拢会当改善足侪。对。来另外有一寡食毒的啦，涉世不深，去食毒啦，还是甚至有一寡。比如讲伤害啦，还是另外一种行为的，我嘛是透过参学校的社工系来，这个社工来配合跟咱市政府所有的不管是教育局、社会局的社工，大家做伙来努力来辅导这个偏差行为的囡仔。而且因这段时间咱讲是迄个反抗期嘛人家对着家长来讲，有阵较头痛叛逆期是这个时阵就是说要跟他们沟通，有些家长可能他们可能就是说有点困难就是讲对着这青少年朋友这些因在沟通上啦，还是讲在行为上所以这段时间我在想，是家长较伤脑筋的时阵，但是这个时阵我们又不能疏忽因为这段时间若是疏忽的话，有当时就是影响伊一世人是不是？咱队长嘛，甲咱的家长就是讲给他们一些建议，要如何跟这个青少年朋友，这个叛逆期的这个青少年朋友互动。一些青少年朋友他。这一阵子因为叛逆期的关系因为在他家长咧甲讲啥话啦拢大声咧甲伊应表现甲都无配合其实青少年朋友伊需要是陪伴，陪伴其实是上重要。伫遮啦甲大家呼吁者，认为讲囡仔参囡仔沟通有问题，甚至讲迄个这个。跟相处的话，都有一些困难的话，也
嘛欢迎吼，你会当打电话来少年队，打电话来少年队，阮少年队毋是大家拢做感应的，看到囡仔就要甲掠开关啊，是啥物话，请大家无误会吼。阮少年队是做柔软的，其实还是先辅导。对，会来辅导参与试着来做朋友。事实阮今年阮有试办一个活动，就是通过搁咧读册的社公司的学生，去辅导遐较无爱读册，拄到都没有去学校的一些国中生，国中生，结果阮发现，遐个国中生，因为这大哥大姐，有时候同才因为因家因要几岁嘛，系啊，比较能够沟通，因为因有阵时一礼拜拢无啥爱去上课，但是今仔日遐个大哥大姐要去参与，因着做活动嘛，因为安尼，因今仔就调工要去学校。是哦。是，我发现讲这个孩子真的是需要。他不是不愿意去啦，有当下是讲没有吸引他的地方啦。对啦，遐课程，伊都无想要读册啊，对啦。对啊。但是大哥大姐去是跟他们做活动他们我发现讲，这囡仔。只要说我们及早早一点跟他互动，甲辅导回来，伊会走向正道的可能性会愈好，愈有效啦，愈机会愈大安尼。有时候可能是讲爸爸妈妈各忙各的啦，有这个当中所有囡仔伊的一寡平常时的这个行为啦，但现在拄着囡仔若是讲有发生一寡状况，爸爸妈妈又不知道怎么去辅导他们的时候，可能用严厉的责备啦，或是处罚啦，在这个当中，当然啦，这个甲囡仔这个沟通会产生更大的冲突，产生更大的冲突，有时候甲囡仔因为那个距离会越来越远啦，那么就是讲家长拄着这种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讲我们寻求专家，咱有做者像咱少年队啦，是讲教育局啦，很多的这个管道然后呢去找一个比较积极的方法，我们咱家己用想的，有时候家己用想的，我拢想唔到。对，有时候就是去请教专家我在想，你有心去甲囡仔做良好的沟通，像他都话咱队长讲的其实有时候小孩子是希望人家去关心他只是你的方法不对，你的方法唔对的时候，互囡仔距离1000里之外你若方法对的话，囡仔甲你有一个良性的沟通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果你若是无良性的沟通，变成恶性循环有当时囡仔等变成甲你迄个关系无好无好了后，他就往外去求发展往外去求发展，那个拄着到这个歹朋友的时候，哇，这一辈子就惨了所以咱家长就是讲无但着你有感觉讲无助的时阵咱就是去找这个少年队请少年队甲你到山岗。阮做欢迎大家打电话过来，就是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你今晚不好意思，以后可能问题更严重你现在如果说人家不耻下问嘛你去请到咱的少年队因的方法甲你教教的方法一定是较一种互你良性互动的这个方法啦人家就是讲起初可能你有一寡困难，但是慢慢的互你这种沟通甲囡仔这个沟通互有一个良性的这个沟通的时候那么上起码啦咱的囡仔较袂偏去啦而且有爱的这个环境里面，囡仔嘛较袂去交歹朋友的时候去有这个歹朋友带伊影响到影响去。那么就是讲咱若是讲要解决一寡这青少年朋友啦尤其是讲他们可能有一些比较偏差的行为，还是讲有到犯罪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咱这家长伊爱去要安怎去找一寡管道来协助。通常咱阵也有足侪管道通好斗相共其实我发现讲咱伫市政府内底，伫咱本身市府内底不管是社会局、教育局，还是警察局内底，拢有相关一寡专家在内底，伫内底，只要你也讲肯踏出来，你也踏出来第一步，向外求援，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他突然讲不耻下问我当时不要我会歹势，伊会感觉丢脸我当时讲囡仔好像犯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哇，伊会感觉讲你下外民主，他就会觉得刚好唔知这个可能会越严重其实愈早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是对囡仔是上好的。
所以还是希望家长就是多利用咱一寡专家啦，他都讲的啊，少年队还是讲咱有教育局，有社会局，一寡这个可能拢有一寡因会当互你求助的这个像有个什么张老师啊，还是讲一寡生命线啊，他们其实都会用比较正确观念去给你讲。有当时当然我们不是说亲戚朋友啊是邻居给你讲都唔对啦，但是有时候就是说他们比较不是专家，他们有时候给你讲不一定是不是正确的方法啊。你寻求专家计较专家给你的这个建议，应该是较客观嘛较袂讲应该是较好的这个方法啦那么其中呢咱邀请咱少年队的这个队长咱蔡宗宪蔡队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2020的这个青春专案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甲咱补充？伫遮嘛是爱佮甲青少年朋友佮强力甲伊宣导一下伫遮有一寡抗毒的五招我伫遮一定爱甲大家讲一下这抗毒的五招就是讲不管是第一招就是直接拒绝有什么毒品啊，什么你就直接拒绝第二招是远离现场比如讲你轰趴的现场啊，是什么货无好的现场，你就直接来离开第三招就是转移话题人要请你食毒的话你就讲你就甲转移话题来个自我解嘲就是讲自己拿自己开玩笑你转移话题了以后，你就自我解嘲第五招就是友谊的劝说大家人都要向上提升这个不要去沾到毒品是条不归路是安尼。因为毒品这危害真正是一生呐你若不小心碰到毒品的话真正可能有当时一世人都黑有去啦那么有当时就是讲朋友有当时可能会甲你加，会甲你刺激如果咱队长说的啦，就讲你安那你太妈宝啦，是讲你没有用啊用这种语言来刺激这个时阵有当时要团长尤其是到这个青少年这个年龄没看就有人加伊就展现出来所以这方面就是咱互咱的爸仔母仔知影有这一方面的一寡诱因咱做家长的人就是要去给咱的囡仔塑造一个正确的这个观念那么今天就感谢我们队长，最后咱队长跟有啥话要跟乡亲朋友讲？欢迎大家这个我们家长拄到有囡仔小朋友的问题欢迎卡咱少年队的电话少年队24点钟拢为大家来服务，感谢。咱少年队伫对？永康。在永康永康哪里啊？他们如果要直接去龙埔街137号，较早咱旧的永康分局，就咱新的过伫东桥嘛。就是说，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咱个有其他，比如讲派出所内底什么会，他们可以有资源。资源是迄个每一个分局的侦查队内底，拢有一个少年保护官。对，嘛会当向他们来寻求协助，拢会使。所以你上近就是去恁兜附近的这个派出所内底来找这个侦查队内底去找少年保护官。但是我也建议啦，是打电话给咱少年队较好。对少年队毕竟是较专业。因为说实在的，现在囡仔他们接触的是足复杂的啦他们的资讯又很快有时候从网络很快的就会接受到很多的资讯咱爸仔母的资讯在变较紧对，然后比较溜所以我们父母就是说随时随地咱的这个少年队就是你的后辈的一个正讲后盾你有什么问题，你就是去问少年队然后呢，他们会给你很多很好的建议。今天感谢咱少年队咱蔡宗宪队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下次我们再见。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再见